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有一条叫做必旋的基本值定理，伊在讲较大值的正效有通拆做素数3成来得，佮迄拆的法度有唯一值。检采有一条效55，你敢找会到伊的素数分拆？迄照讲真简单，就是5乘11。若是这条效呢，若无电算机要用必旋，上无就要开正10分钟去算。整数55就快分拆，44,461就二烦恼。看这短的位是5，就知伊是5的倍数，用5分伊得11。咱知11是素数，就是找到伊的素数分拆。就是讲一条效若有2、3、5、11这个因素，咱伫国校拢捌学着迄检查的撇步，无食迄素数分拆就学找。可见这上述的数因素愈大，愈学分拆。准讲有2条效差不多边边大 ，n 值是2条素数3成来得 ，n 2是3条素数3成所得。比较得比值比2，就大面较大 Q 值 Q2、Q3， 就是这拄2条素数来成的组合上学分拆。所摆暗号学所研究，拢是这2条素数3成的组合。若准讲有较侪条素数来成，嘛无要紧，要甲伊分拆，通好先甲 n 拆做2条效3成。所得若毋是素数，就搁拆。终其尾嘛是通好拆做素数3成，咱就来看这甲一条效拆做2条3成的手路。上简单的法度就是逐条效拢摕来分看卖，若交分就知迄发效乘得效边边式。转来看拄则迄条效，咱甲伊分互2，无通交分；分互3，无通交分；分互4，无通交分。分互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拢无通交分。敢讲就44,460条效拢去试，安尼足够工呢？先来想，若准讲 n 平平 a 乘 b， 佮 a 平平也是较大过 b， 咱讲定着 a 平平也较大过 n 的平方根 ，b 就平平也较小过 n 的平方根，是安怎呢？就用逆理法，设使 a 甲 b 拢较小过 n 的平方根，就 a 乘 b 较小过 n 的平方根乘 n 的平方根，就是 n 较小过 n， 这无可能。所以 a 甲 b 有一条爱平平也较大过 n 的平方根，是倒一条呢？若准讲 b 平平也较大过 n 的平方根，因为 a 平平也较大过 b。所摆 a 平平也较大过 n 的平方根。若准讲 b 较小过 n 的平方根，因为因2条爱有一条平平也较大过 n 的平方根，就剩 a 通好做这个代志。毋管安怎 ，a 拢平平也较大过 n 的平方根。搁来，设使 b 较大过 n 的平方根，就知 a 乘 b 较大过 n 的平方根乘 n 的平方根。就是 n 较大过 n， 这嘛无可能，就知 b 平平也是较小过 n 的平方根。这意思是，咱毋免为2试验到 n， 就为2试验到 n 的平方根就可以，定就会拄着 b。若2到 n 的平方根，这个效拢袂当甲 n 交分 ，n 就是无法度拆做2条效3成，就是 n 是素数。这44,461的平方根，差不多是 210.86。安尼，咱就摕2到210的效来试分就好，加真轻巧。搁来看，头一步分互2，若无就交分，安尼就是空弱啊。若无就无法度交分，安尼就是 n 是奇数，奇数要分互双数，的确无法度交分。所摆2掠外。别条双数拢免搁试，安尼这210条效就剩105条爱试，搁较轻松。真足想，同款的意思，
3的倍数简单需要试3，5的倍数简单需要试5，就是拄拄素数才都要摕来甲伊分。较细210的素数简单46条，这看着是省一半的工，事实无影。比如讲，咱甲44461分互139，无通照分。照这算法，就摕后一条素数来分看卖。当后一条素数是啥物？敢是141？要确定141是素数，就要想办法甲141拆做2条小三乘。若失败无通拆，就知141是素数。挫败就来算141分互2，141分互3，稳。活141是3的倍数，当免分。安尼后一条素数是啥物？敢是143？就来算143分互2，143分互3，稳。活143是11的倍数，免分。当所省的工是44461分互141，甲44461分互143这两步，所开的工是141分互3，143分互3，143分互5，143分互7，143分互11这5步，省毋正省，颠倒加了工。总是咱若有一个啥物法度通甲素数的列单传遍，即落简单摕素数来分的法度就袂歹。毋过迄是别问题，咱暂时准讲咱毋知素数的列单，就是简单摕2甲徛数来分。这已经是为44460条数省落来到105条，嘛是袂歹。毋过算这足神呢，我毋知检菜你较有耐心，要甲伊算好了。我是紧就看破，想讲敢有别款手路通好算。有17世纪法国的数学家辉荷马捌找到一个法度。这辉荷马的算法，就等后一摆才来讲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